嘎嘎有好声，马莎哥哥来主席。哎呦，我是汉堡。我就让你讲，马莎係以後當主條嘅片當中的安排咋。哎，這家做片檔伊就唔知，我做得好請我最好嘅片檔嘅色，譬如講我玻璃嘅、也鐵嘅、也樣擺，這家菜、這家線啊，冇俾是按油哦，拜託。你係人嗬，讓你睇嘅些就唔係本人，你要講雪條包。係啊，唔健康我也冇本事嘅。誒，講到做片檔哦，其實我咪要做片檔。你會做片檔？係啊，咁講我做唔拿本。不愛自家帶來，我想講自家收入唔大，做片。我做不我老公上班嘅些帶，唔講我有問題。冇問題。就係我老公最困吼，會嫌講，要料菜啊，炒下，天天愛吹過些唔好食。想當到熟白暗味哦，可能有點問題啦。我這是咩係啊？大片堂一天要整個無按好食，個是講，日本人吼，超人主廚要來咯。有係機哦。係啊，搞大家做好看好食又當防片的片檔，好唔好？歡迎我們的羅斯納羅主廚。你好，哎，又見面咯。係啊，又見面啦。係。加你講我今日一家大片檔，食咗東寶。唔講我吃我一家東鄉嘅片檔都係做東道用嘅菜，邊邊有搞睇個做乜嘅用嘅菜？豬腳飯，因為你啊主角有邊有你啊挑選吼，就本觀眾看到哦。啊，今日做嘅係老奶奶豬腳飯。按夾出嚟開始做嘅啊！我愛先講一下。對啊，為什麼會做這個老奶奶豬腳飯？因為是媽媽嘅媽媽教佢嘅，喺媽媽就教我。哦，就係呢個家譜，教呢個媽媽，係呢個媽媽教你。冇錯。基本你啊片檔吼，你係豬腳，還有配菜有高麗菜，還有你啊 tomato，全部係好食又健康嘅吼。喺度你啊先來做吼。好啦，先做乜嘅？番茄炒蛋。啊？哦。主菜是祖傳老奶奶祖傳的豬腳，要配菜，配菜吼，你啊蔥吼，就切蔥花。哦，好，蔥咪先切好，懂嘛？係。誒，你印象中咧，tomato炒肉係冇切按油嘅蔥嘅，係都一團一團嘅哈。你蔥啊，啲底部係提味作用。一聽我變蔥嘅真好食。好，tomato 豬腳，係。其實 Andy 台灣的牛番茄很好吃哈，一般來講，太像我啊好食酸嘅，番茄炒蛋我係較強嘅，就會較酸，好冇？較紅嘅就冇咁酸，熟嘅，較熟嘅。呢個切蛋吼太地，太地吼，咁每一炒，每一炒就散嘅。好，你有姜媽吼？應該姜媽係用嫩姜嗎？係嫩姜媽。我嘅tomato炒人好像冇變過姜媽。姜嘛變落去提味，咩提味？係，全部嘅油吼，唔會食到嘅樣會辣辣。所以應該咧姜媽要泡過水麼？要泡過水咧，就唔會咁辣。係，冇錯。你啊高麗菜咪係嗬，全部嘅油。哦。一味係愛炒tomato啊？冇咩？你係天意紅菜。哎呦，天意紅菜就啱準備咧。厲害哦！這個豬腳還有配高麗菜、番茄炒蛋，還有冇？還有倆培根咪係炒倆玻璃菜。哦，培根高麗菜。係。因為你以前對片檔嘅印象係哪味？我哋係大輪咧。最簡單嘅啲係片檔啊，就係要加芥蘭，韓國炒加青菜，韓要加啲係。肉，不管係豬肉又係雞肉，就 any 屋下，我阿婆最初，讓我準備嘅就係那個白斬雞切肉。哦。還用就加片。好，我哋亂打紅調味一下。好。還有你最愛的來了。對。鹽巴。鹽巴。一片檔呢，對你來講就邊個？其實片檔哦，我印象最深嘅就係炒火柴時間。哦，火車便當。還有嘛，剛才你嘛，還有譬如說有火車有小販在
车站叫卖，便当好在便当来了。你讲有场子是便当还是一张当开肥，真嘅，很好的感觉。係啊，涼風吹條咩切腳，哦，切腳哈。係。按看樣啊，做當我識的咧。所以你風菜條定下係去煮乜嘅？豬腳，係，強下咯。那用嘅食材本來想到那個紅燒牛肉，絕配。今邊倆吼滷煮倆豬腳有冇？倆豬腳、蒜條。一定愛。一定愛。嗰大山也幾體位？愛大皮。哦，大皮哦。大山大皮哦。好。用把它大皮。大皮下香。哦，香哦，喲。睇下都想講皮薄啲啦，嗬，偏香啲。哎呦，皮冰嚟咩？較香啲嘅感覺。大皮下，哦，香。好。哎呀，我最愛糖安尼食。哎呦。所以過來，第二哈，這個步驟最重要。又來了，是什麼步驟呢？鹽，先燜倆蒜頭出面，先出面哦。你啊，步驟就冇看過咧呢。哦。啊，水，掃啊。要去掃掃下。掃掃下啲味就會出來。好。你係做乜嘅？開火，唔是不用油。唔是不用油。唔是不用，唔是別個。唔是別個，唔是不用油。來。唔可以出過來咯。唔會。哦，你一冰落去。好。စား落嚟。調油。調油喎。哎呦，我第一擺看到安尼呢。2大匙。還有水。好，水差唔多幾多？水。醃過豬腳係嘛？對。因為油邊紅白菜條。係。1碗。1碗。2碗。好。3碗。4碗。好，4碗哈。所以按應該量就係蒜頭醃3類吼。係3類。3大類。按應該量係豬腳差唔多係幾多啊？豬腳差唔多不用4片咪做得。4片豬腳哈。啊，你有辣椒有冇味啊？係有點樣識有辣椒嘅嗬，衝埋烤辛辣咧，一定要用嘛。係。還有倆米酒。哦，米酒。米酒咩？1杯就好。1杯哈米酒，好。豬腳哦，豬腳不用去。豬腳不用落去。哦，醃過啦嗬。豬腳。所以你豬腳就先用嚟滾水10個咧。10個就好咧，10個就好咧哈。哦。還有倆。麵輪。沒錯。很吸乳汁誒。倆麵輪會先浸水嘛，浸一塊。你咪買落去時間早，就凍啦，凍啊，有水嘛，一下。這年當客家人的食法，阿婆以前煮豬腳一定會標那麵輪，因為麵輪會吸收那個最後的精華，好好吃哦。有落來哦，好食。最重要啲蠔豉肉唔會貴。係哦。哦，就是加溫。紅白菜。哦，紅白菜條不用落去。好，喺度嚟先方便煮。好，差唔多要滷多久？1點鐘。哦，1點鐘的時間哦。1點鐘。好，接下來配菜我們要先做什麼呢？番茄炒蛋。好。油哈。好。1大匙。1大匙。好，係姜麻有嗎？姜麻先。姜麻哦。姜麻先下落。嗌學起來咯。我倆出來啊。要。好。tomato 下來。tomato 一定要剪哦，一定要剪，脂溶性，脂溶性的哈。我不你煎一下，煎一下，煎一下。我用到你片凍啲唔會脆要嘛，我拖你唔會變色嘅，你從你玻璃水，哦，玻璃水唔會嘛，好。對，你下葱，葱咧不用下意啊，葱，不用切的，係，好，啊你下來。哦，哇！哦，这好像那个番茄烘蛋哦。因為倆卵吼下來，會煮到凍卵、凍簡單。不過因為我哋睇便當啊，要整做得冇熟嘛。係，做得你看，哎呦。哇！有冇？按住做得咧。按住做得咧吼。按住做得咧。
应该是朋友建议讲，麥芥菜啊，最好係冇煮來大片檔芥冇。全家講解啊，蒙菜啊。那個從來冇下當愛食菠菜啊。菠菜咪會變污。跟搶些嘅菜，你就下建議麥芥菜冇？花椰菜。花椰菜。砂鍋冇？哦。冰鎮一下。好，你要一行。你一行嘅哈。一台吃好，制作嘞。因為應該都倆有培根，有油，好，冇油，好，培根先不用下來。好。你喺門做一個會專門啲哦。好啊，我炒高麗菜、炒菜啊，你係菜下去先不用醃，也係先不用醃咁不用菜。我通常係我會放到袋子裡面，先用鹽巴讓它軟化一下。安尼試下，好，安尼做點好。你炒菜一般人都會先碟菜啦，不用醃。係。安用雞米頭下摸均勻。真嘅哦。跟住你意思講，我先不用醃，係咪？係，冇錯。好皮啦，好皮啦。我個攞嗱醃一下。醃哦，醃迄啲啊哦。紅色。哇。好，你啊吼。安用醃住落來咧，佢啱菜幾多，醃住幾多吼。按下香哦，好，按好起來咯。哦，你咪做的唔是炒咯，按熟，係按熟，唔要整嘛。係，冇錯。放喺少啲水咯。好。來，這個炒出來一定不要點水。哎，吃得就好了哦。用它的蒸汽，讓它能夠軟化一點。我要望佢阿豬腳。食上嘢哦。係。我喺度啲阿豬腳要冇，不用湯，加全部不用米頭嘛吼。對。用湯來代替味精。係，冇錯。一台吃。一台吃。白砂糖。係白砂糖吼，用白糖一扁糖做得嘛？扁糖。係。扁糖要做得。扁糖要做得。好，大家滿意度好。好。好嘞。其實做片當咩當講片啊？係啊。香港啊，老人準備片當嘅時間啊，就會當起台去少走許多嘅時間，那個幸福的感覺。真的，尤其是男女朋友，告訴你，現在趕快做，不管男生或女生。好。老家嘅菜全部不用控它，給它一種片當，係冇？係。好。喂。哇！連到都要嘞。哦，很香。動開啦，動開啦。哎。哦，要嘞。哦。我覺得入口即化。烏金。別出位阿婆嘅嘅傳下來嘅米湯。祖川羅阿婆。來，總片堂來做。一份蒸煮好片哦。蒸煮好嘅哦。其實那片湯應該像以前啊，阿婆做片湯，煲片湯嘅時間，飯吼一天呢冷掉誒。冷飯。就是要冷一點，然後菜也是要放冷以後放冰箱，不然會壞。冇會酸聽。會酸掉。因為冇注意到呢一點咧。冇有會酸聽。我特別就係按部挑啊，煮盤煮好，還忙時嗌求先到你係裝好來。係啊，看嗌你兩塊去試。裝好未做得，先多少少呢？不用不易冷，不用不易冷。好，要幾天先不用麥芥末。搶菜，買到搶菜先不用哈。搶菜先不要。搶菜先不要。啊，整個時間後嘅搶菜米絲都翻底嗰度嘅哦。好，看幾多看自家摘的量嘛。冇錯。睇我哋有토마토還有토마토。啊。你真嘅咧就菜當槍都唔驚整嗬。唔驚。係啊。也會越整越香。香港你係토마토會出水，所以水果之後，依家梅頭還會做到盆地都是。好，豬腳來了哦！哇，豬腳就是豬腳來了，就是麵輪嘛。係啦，觀看一下哦，那地位冇。咩開麵咯？咩開麵咯？哇！咩？你看安內型，大家都要帶便當啦，而且好健康。哦，看你食有冇？哦，要不要白？
姜哦。好，做得来哦。来，再过一袋，再过一袋哈。是不紧包。真紧嘞。哦，按内出完成了。出个 N 的老奶奶祖传猪脚饭。你看嘛，有个炒多哦。哇，有一点点肉的焦香味，肉末的焦香，一定要有焦香味哦。对，它带便当才会香。对。食材跟那个厨具到厨师的手上，牛曼可以那些贴片好些。炒估计5分熟如何嘞？炒一下。这边用俩是3分天下吧，分3边。哦。我们可能不用送了，俩塞进去。哇，就很日式啊。对。是偏东咯。去破嘞。我拢讲啊，迄正经的偏东哦，当日爱带，当日都迫不及待想要吃。香香嘞。来最爱的猪脚。先吃俩猪脚。我吃到，胶原蛋白胶质的感觉。真的好 Q 弹哦，盖皮。最好是猪脚盖出来盖皮。来就提讲吼，超人煮出当香。因为遐猪肉啊，正经人肉是大汉味，然后啊酸酸的头麦豆，还有香菜，然后俩红白萝卜配起来实在是无敌。你知道这样的便当，来敌人家做嘛想讲，哦，你的便当好好吃哦，哲伟哥。啊，拢讲你遐带俩便当还没有讲讲。便宜嘅便当可以喺度做好食，讀書嘅先咪係按樣用半孔嘅便宜好食。那是你係tomato，因為我講其實我自家煮你係tomato炒卵嘅時間啦，有隻壞習慣，唔好，我咪加嘅番茄醬。因為我吃到長袂酸，長袂甜，不過其實今日有成因之後我唔加咧。係啊，成因講到成因咧，太因是按到啦，成因嘅片當中嚟做嘛。做对啦，做对啦。又做对，你果然是超人哈！那做嘛来？生意爱做一只日式经典的，亲子冻便当。哦，亲子冻。日式亲子冻哦，来做一下哈。好，开始来做呢日式亲子3色冻便当。哇，开始。有俩甜豆。甜豆。因哋拢爱涂俩有冇？爱教用馒头。俩有冇俩挑啊？用把拉一下，啊俩师傅俩用冇咩啊？好，来下枪，好，拿宝刚来，怎样才能连？从这边，有冇？哎，你要很能抄，好，我要拍手，好，自己很不要脸就挑脸，弄来头，好，偷下 K 位哈，超人师傅，你一般用糖豆日式的甜豆哈，不日式的亲子冻，亲子係講雞肉，雞肉，你係用雞肉關係冇？冇關係，豬肉沒做得，豬肉沒做得，不一定要雞肉，是哈，好，喺度嚟落去打咯。我講到你係日式啊，就係日本式嘅你係片凍啊，像像嗰啲日本嘅大片凍，冇啲嘅用脆嘅，所以基本上大概阿妹做片凍本時嘅成因時嘅時間呢都凍溶性，冇錯，花心思用半本時嘅成因啊，凍好食，它油潤肉，像今天會做那個什麼貓熊造型，去學校跟學生炫耀比賽，對，錯，你一攞有冇時渣？強樣加鹽，是咧。好，还有俩味淋，味淋，味淋嘛干啲嘛，我知，甜甜的，甜甜，好，是咧，其实它味淋冻好用他讲，譬如讲我们在吃鸡胸肉的时候啊，黑讲给鸡胸比较不好入味嘛，它生。在你生的鸡胸肉加一点味淋进去的话，其实它可以软化肉质，也可以让肉质变甜。
韩國做嘅，很厲害，好，亂打好咧吼，來，好，亂打好嘅吼，而家蒜條吼，蒜條我就切一下，哦，切一下吼，好，我按家包好咧，有豬盤啊，哦，食材，嘿，你說講，哎，那主菜是什麼呢？主菜係肉，黑牛，嘿牛，这豬絞肉嘛，對不對？對，豬絞肉，哎，之前哎有龍太甲講講，豬絞肉的比例要怎麼抓比較好7:3， ？7:3，就是肥的7，肥的3，瘦的7，莫搞太噶，搞唔炒嘅有。啊，部位選用豬夾心肉，豬夾心肉，豬夾心肉，點起嘛嘅？有揪，哦，有啲魚，食嘢係唔會食，因為有整個嘛。嘿，冇錯。哦，你切好吼，先不用弄一點。哦，你天檔啊要切絲吼。哦，其實當道講呢吼，因為要切都係啊，有的有些人呢，其實磨好是搶出來啦，磨好兩米稀。不過你做一點變化的時候，譬如說跟蛋啊，跟其他的食物組合的時候，其實就會讓小朋友喜歡吃這些東西。以前拿這些時間來，你們一定有這種經驗啊。有辦法。倒數的時間，等一下要吃飯嘍，超人、茵茵。等一下，我們3個人便當打開，把菜拿出來，我們互相交換吃。沒有，還沒呢。你沒，因為我是偏凍的哦，拿出來你就會本來鮮呀。哦，莫怪你長得又比較超人一點。哦，切好誒，體位切好誒。好嘞哈，那就先來炒。好，你要炒嘛？嗰啲豬肉。你看下啲背面有油，所以唔是油不用很多，哦，不用系列如何咧？其實它健康的發放啊，知道像買啲煮出來買咩龍，譬如說那個油化部分，我就直接不放油了，它油會煸出一些油，就用那個油就可以。做得，來加蒜條哦。蒜條來。是的。冷油就做得下來了哦，冷油。不過其實應該。冇的啦，係講導熱快的話，其實像橄欖油就怕太高溫，沒凍放甜。好。豬牛。要水吼，水摸一下來水摸下去哦。跟俺你買些做在直接老頭家講，豬肉跟瘦肉跟肥肉要7:3嘛。做得啦，做得啦。因為做在直接做得已經做得啦。做得。你下父母做到安好。係啦。你下千安存啊。好，你看嘛，有個炒蛋哦。哇，滑動。你下佢會擦擦吼。好，喺度你下做得鹽。有鹽嘛吼。鹽。黑胡椒，好，黑胡椒來，好，用哦，用哦，莫比釀到冇大哈，炒不一散散，它可以移動的，然後有一點點肉的焦香味，肉末的焦香味，一定要有焦香味哦，對，他們帶便當才會香，對。你小孩子的便當才會贏的。你是不想輸的嗎？當然啦。可是我覺得有差距在跟你講。以前我們打開便當，哇，你的便當怎麼那麼好吃？你知道嗎？哇，什麼？然後我們自己打開，然後同學如果說啊，黃的菜，媽，你明可以幫我弄什麼什麼什麼嗎？有冇炒蛋喲？你要味淋。味淋哦，你說照打味淋。記得不要甜甜鹹鹹，有冇？其實呢，這位你講，牛肉沒做得咯，雞肉沒做得咯。做得，係。因為炒蛋用有冇散散，有冇聲音咧下好食。有冇通吃一口就做得咧。好，像滷肉飯的概念哈。好，按照這種香的咧。係啊。好，燒來咧。甜豆。係。好。蒜條。哇。肉餅啊，你批到很香，冇特色，重的特色。然後講做保便堂的東西，重的特色。好，等下咪讓油下來哦。好，你香的吼，落去啊，甜豆哈下來。好，甜味吼。甜味。我下擺沒有用安尼方式來食甜香啊，吃安尼當好食啦。當好看又好食，好看又好食。好，
烦做一个不能腌一下哈。来，还要负责么？喂，你刚才看见安总染到，很帅哦。对呀。一些如何哈？声音会熟的，莫让辣。对哦。要炒一下就熟嘞。对吗？那个真的东酱。软酱哈。其实抢出来，如果我在变动，不是超乱说，因为刚刚来讲。哎，水哈。哇，蒸汽一下就熟了。真的是那个食材跟那个厨具到厨师的手上，用慢看起来是偏偏好食。慢慢来，盘的哦，来。開玩笑，你盤你咩動醬啊？安樣做到咧。好，好。誒，安尼整件看起來都當澎湃咯。係哦，今日輪下去多醬。實我係咁講，我以前開便當嘅時間，它有軟哦，用好一整，再給我拿轉軟，裡面會變成灰色的，然後就有一個味道，就是蛋腥味。灰色。是不是蒸太久？還是蒸跳久？不是。你是買到黑心蛋吧？冇，真件。那油真件。輪不適合蒸太久。不適合蒸太久。哦，驚訝你安尼嘛個意思。你要煮好眼皮會色。好。那炒半雞5分熟如何咧？哦，5分熟。哎，5分熟如何咧？其實吼，我吃到安尼看起來啊，新宿媽媽周邊檔咩檔簡單，看起來。凍簡單啊？係啊。那個有問英語，你去講凍簡單。凍簡單。我係感覺其實吼，師傅教我哋人會只技巧就係應該菜全部準備好咧，韓國咧調味料越簡單越好。係啊，其實煮飯都這樣做咧。其實後來然後裝起來。係，我裝起來。起來啊！好，啱啱都做喺度裝起來。好，各位觀眾，噔噔噔噔，鐵飯盒。鐵飯盒。我懷舊。哦，我以前哦，我自己還有收集便當，譬如講買翻去鐵路買個臭豆沙，鹽的便當。你係已經帶來入社咯？有。今天啊，綜合佢就加嚟出嚟。人家就係你挑戰食盤嘅便當，我帶專業。有備而來。有備而來。哎，我以前懂它有2層，有沒有？哦，那真的很會吃哎，2層便當。沒有，下層是飯，上層是菜嘛。哦。哎。哦，咁樣哦，翻標上去。鋪平吼。我喺啲盤要冇，10半幾張雜，邊嚟哈？好。好，先標乜嘅？菜先來。菜先來。我今邊用嘅係3分天下法。好，3分天下法。百分3邊。哦。好，來呀。好。菜。哇。這樣就真的很日式了哎，就是有那種概念。等一下還有更日式的。更日式的嗎？對對對。哦。所以看你那邊穿馬把戲哦。好。不用不一件件哦，好好看。我來看，沙好卵一天我不用肉。哎。耶。不錯。裡面還沒辦法不用。就是肉色的。肉色。對。肉色的肉。對。被鮮豔的顏色包圍。其實我知道你太裡面做的粥呢，哈，做的讓你帶，譬如說食量小一點的，哦，上班族女生我覺得也很夠。我喜歡吃辣，我一定要放辣椒的。哎，做得。這種的我覺得會，要是我，係啱啱不用嘅糟體嘅辣椒哦，更辣，辣椒哈，會更辣。殺了就不用辣了。做得啦，做得。可以放蔥花蛋嗎？哎，沒做得。沒做得了哦。台式親子丼。哇，好棒。蔥花台式親子丼，那我放櫻花呢？你是來亂的嗎？不行嗎？我可以做日式也是台式啊！你們這很奇怪，我的創意 OK。那我們他們帶偏島買出來帶啊。你放油桐，你放油桐花好了。也可以的，哈嘎。對呀。是嘞，親子。油桐法。那我放梅花呢？
哎呦，好了啦，玩好久。好看看唔错嘛，把你哦。好，哦，现在买干净吗？甜的五条。黑嘿，木豆，头。好，我们可能要冰送了，要塞进去。哇，嗯，就很日式啊。对，我想到的是摆成一张脸呢，啊，就是黑色的豆豆还可以放一也些，是可以要食用花，食用花又出现了。哎，那都在装饰。哦，你看，来刚刚唱嘛。哦，好，安尼是完成的。嘿，样子走对对。哇，来看一下暗酱的，啊，弄嘛该日式亲子冻便当。是看到。欢乐时光，鸡翅，哎，那烤箱要用板型预热。上下火170度，哎，哪只？哇，变异了。对，这有点像日式寿司的卷对法，，毛熊边，这像糖果哎，这样就好欢乐哦。哎，香松，哇塞，应该注意哦，鱼，哇，是你的缺案呢，啊，你真的很欢乐呢。走，一同去郊游。韩国哦，又要是变动咯。三色冻饭哈，那种讲咧，看起来按好食，适合一天很好食安酱改偏豆，然后讲啊，一天来肉老软，还有菜香它，没错，哦。因为啊吼，日头会青青，还吃到啊，佢整个含的口味会青青，因为甜头嘛。嘿，甜头，那软软，还有那肉哈，吃起来是颗粒状，是有嚼劲的。这个三个一体，你听起来分开来，还冇强的硬度口感，不过吃起来非常的搭。冇錯。韓國依個軟濕濕，韓國依個牛啊，我本來想講按用牛按炒，其實可能只有那個辣跟鹹的味道。韓國就有甜味呢。嘿，有甜哦，有牛的甜味。甜味。哦，你細人一天當好食咯，又好起來嘛，說白意啊哈。不過，我攏講平常時啊，我上班無閒啊，做便當哦，甜到要死。不過你啊，當流行野餐啊什麼的，嘿，野餐有沒有適合野餐啊？有，按了沒有？黑馬該講樣啦。歡樂的時光哦，歡樂的時光，來看一下多歡樂哦。好咧，歡樂的時光，地背度有乜該本人歡樂咧？好，做一個咱就聊做嘅歡樂時光。歡樂時光哦，要歡樂時光野餐，多歡樂哦，看到就更歡樂咧，看真勁哦，看到就歡樂咧，哈，又肉又菜，哦，有肉又有菜，哎，好，咱就聊先切俩菜哈，好，來，這個是西生菜，嘿，萵苣，萵苣哈，萵苣。因為要做有一啲的生菜的感覺，所以用萵苣是最好，好唔好？萵苣最好。用慢講按到歡樂的時光啊。因為倆吼，現在學習世界有嘛，還有去遠足啊，去旅行啊，我媽媽攏愛帶菜。你安尼講啊，就想到我細時節啦，對。我婆吼，我係研究嘅時節，其實係用配生嘢無共用，大家都會帶刺繡啦，帶紅色嘅帶餅嘅，係無我一天向我婆帶埋來，佢自家做飯團。哦，你自家做嘅飯團。嘿，飯團底部都無乜雞哦，做小水飯溫陽，啊，出咗當好食，出咗當好食好冇？隨便。哦，有暗飯都冇。有。好，你要切好咧吼，所以個倆有。好。雞翅。雞翅哦，雞翅哪乜雞？我幫忙你。通吃。通吃吼，來。啊，倆係愛自家做嘅烤肉醬。你阿妹做的烤肉啊，吼，要做的用，還講煮東西，譬如說我們
扁嘅肉哦，啊盤嘅肉咪做得炒肉，炒肉。好，因為那個烤盤一下吼。哦，烤盤上來出愛烤嘅意思哦，係，我用烤的哦。愛用白的啦，用白的嘅那烤箱愛用半hình魚。上下火170度，好，一隻。還有冇咧？係收水，不用上來哦，係，莫大隻，莫大送。係，後來弄來用地背。好來，殺下來。殺，那就嚟煎俩熱狗，俩熱狗用下來。煎俩小熱狗。小熱狗。一煎煎下，等下就會爆起來。我等下爆起來。成應該最愛呢。沒錯。我喺度兩步去煎一下吼。好。今天弄來看一下。好。然後吐司，哎。賣兩種薄片的就做得。哦，薄嘅，不要厚片哦，厚片是拿來塗一些黑花生醬。拿來做棺材板。好，那就嚟去邊哈。好，去邊。按你講起來，按你做哦，只有整條做早餐也是可以啊。做得啦，做得全做得。做咧這些食材啊，可以增進那個親子關係。做得到，給佢他做。跟差唔多一件咯，有啲早上菜，啱啱好，再講一下。好，你做乜嘅？先來爆俩春卷。春卷，你係東涌係越南嘅哦。係，冇錯。你係用版型啊？浸水。浸水。好，搞太噶。好。哎，這個不是生水哦，生飲水。對，生飲水就對哦，就在裡面水。哪邊下賣到？越南商店。越南商店有賣。其實啲啊，東多超市內有賣啦。那先爆一件5-6款哈。差唔多煎下多咧。太出，基本佢自家揾嘅。揾嘅睇哈。好。對啊，有小黃瓜哈，你係食好嘅小黃瓜。依然自家菇哦。中央切絲。係切絲。弄倆西生菜口感一致。切絲哈。全部切絲哈。我看你阿煎頭不然用碰碰，用就做得嘞。碰碰的就做得嘞。就做得嘞。好，切好哈，用落。哦，切絲咩切好咧？家下你個越南的春卷子差唔多10倍哈。10倍，一萬塊。來看一下。是嘞。一萬。哦。一萬樣咯。哦，樣。好，聊聊美生菜。好，美生菜。小黃瓜。還有倆蟹肉棒，小朋友的最愛，蟹肉棒，小朋友的最愛。什麼號款？好，美乃滋，哇，建議啦，哇，好，建議來就不用了哈，馬上來做了哈。英英來啊，好，中央咯，我嚟煎一下哈，來。不給等一下哈，冇人講。我等一下。來，好，做一個我哋幫你做電影哦。因為你剛剛就切的吐司。你係乜個紙？一般的烤盤子。哦，烤盤子。白色所帶來哈。加人切邊的吐司。不用上來。不用上來。美乃滋。去美乃滋。好。其實我冇嘛，小熱狗，好食美乃滋我做軟皮的嘛，做得啦，做得啦，配換芥末醬，它來結漿，沒做得，做得哈，很好，哎呦，給你來，這有點像日式壽司的捲法。但我說芥末醬是真的，我覺得包那個蝦子，有啊，甜的，甜的，黃色嗰種，好可愛哦，海鮮，毛熊煎，這像糖果哎，這樣就好歡樂哦。這樣帶出去，那個打開會有驚喜。對啊，走，一同去郊遊。是這首嗎？有嗎？好可愛哦，禮物。係啊，好可愛。我喺送俾我同學幾天當飯。嘿。那我們再一卷。用美乃滋，用敷，不用上去。為什麼我的這麼大卷？因為沒關係，沒關係啦，唔怕他講嘢唔講顏色啦。你要包出來，我就懂咁。係咯。好，共用哈。哦，共用建議啦，難度較高一些些了。係。
其实做的变化啦，譬如讲刚才小黄瓜没做的见到来，不说只是说有点涩涩哈，将面包吃起来口感涩涩，哎，这个好吃嘛，就是这个爆了。系啊，更简单啊。来，同样2根粉米，有冇用像同样用？系啊，像糖一样。生也没想讲，哇，好大的糖果，拆开来好好吃。就会想讲，我拿到你减点爆嘛改。系啊，那地位做啲暴动到，真的，嗯，好，还有一行，还有一行，黑马改的要饭，饭哦，可能做得做嘛改？饭团，也系香松、哇塞，应该最爱。柴鱼、海苔、芝麻，芝麻、海苔。啊，你啊香松做冻冻还有米嘛吼，嘿，冻冻，无共用的还有米有嘛个樱花虾、鲑鱼松、冻冻。哦，它水，哦，金米店水，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饭团了吧？对，哇，有冇看过？哦，可以有其他其实全做得，嘿，像老板演一样的老演员，可以啦，也像他做，有冇用闻一下？问下几样唔会黏到配的东西。嘿，哇，安尼真的很欢乐呢。系啊，又饭又菜又牛哦。又有菜，你带出去又唔可以讲汤汤水水嘛，野菜有时候最怕弄到手脏脏的。变成防范没以后哈，吃小黄瓜的防范哈。还用煮另一种吃法。哦，这醋饭好香哦。当然哦。又皮豆，你还酸酸甜甜嘅味头咧。又好。又。好，包起来。也好嘞吼，包起来。哦，其实做嘢当简单哈。有俩。这个用造型竹签用。造型竹签。好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捏泥巴是不是？捏泥巴，捏泥巴。这东西啊，那就做到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哈，差不多按你是做得嘞。哎，给它包好的哈，包好的哈。我爱你先补救一下个意义。哦，补救。还给跟俺来做好的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好。来。还困要學到嗎？真件啊，一天要學到嘅啊，係學到唔係學到。學到。講講家做嚟哈。出來哦。好，我等一下哈，給你看一下雞翅好嘛？好。差唔多嘅哈。係。做嚟啦哈，來。水分一下本機。哦，分一下嘅哈。我貼太啲咯。哎。可以嗎？做得。想要包點小黃瓜。哎呦。然后下一个这个，知道吗？它好是做得不用用渣。哦，好是。你需要開眼湯嗎？等下太不爛睇，我就知道你站在英那邊。我們節目沒有在 PK 的。來，會，哎呀，唔好講的啦，來，很好了啊。哎呦。當穩啦，我做的。噔，會，不可能的任務。對，你現在心裡有 OS 的話不能說出來。這麼簡單哦。現場朋友掌聲鼓勵。這麼簡單。對啊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喺度要來組裝咧哈。組裝。好，組裝的話呢，你出來摸矮。啊？問你什麼？你組裝什麼？我用講按到東西，我用準備當好誒。係嗎？來看一下。各位觀眾，哇！有看過很厲害嗎？有質感。這個帶出去野餐真的是贏了，真的贏啊！見面就贏。然後人家說，現在我要小籠包。好，哦，切開了。哎。哇！很香哦，聞下它。雖然講係簡單的熱狗，超嘛，不過我吃到就會懂我聲，因為外面是白色的嘛，我就會覺得這個好像糖果一樣。糖果。哇，有腐哎。有腐哎。好。我準備的整籠有個拉胎嘛，拉啦哈。凍醬哦。凍醬，這個凍醬。凍醬嘞。
超人师傅，我给盖住好嘞。好，也好嘞吼，了芝麻。鸡翅好了，嘿，芝麻要炒过嘛？不是。好，来。种送去。袂送去就做得嘞吼。哦。直接用送来，用冻碰派。嘿啊，这件冻碰派。其实没办法饱哈。嘿啊。面包又有主食，又有鸡翅。又有牛，还有野菜、安豆。而且这鸡翅备到冻酱呢。好，来，塞好了，不用麻开。加春卷。哦，糖都给切上。哎，这卷是我包的哦。很巧。切下去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笑死。动起来。哦，因为那个就不用切了啦。没有要那个吃，因为那个就掰唔落嘅啦，掰唔落嘅。好。哎，你动头呢？还有俩用网款了。哦。也未黑哦，掰落落。好漂亮哦。哇，冻酱哎。哦，冻酱哦。冻简单是。对。你面膜来朋友明天要野餐吗？马上做。为了这个而野餐，你也太好笑了吧？硬要野餐，因为太漂亮了。是你拱石榴还拱野？哎，我来野餐吧。好。哇，很澎湃哟。来，请下。来整理一下。像超人师傅拢跟你讲，你呀出菜按到嘛该？欢乐的时光。欢乐。哎呦！我冻酱食咧，唔单像係好食嘅東西，我食咧係愛回憶。哦。哎呦！你飯堂。我攏講係出現係一天唔攀定拿。暗醬啊，唔攀定。那你就不要吃了。我要。你說看老嘢啊，破咗要買冇窮。那我看懂啊，就你太懂我了。我一聽到顯示飯團，有懂到嘅回憶就轉來。你從一開始做主調，我們又做親子丼，也要做你歡樂片段。講來吃到，我凍醬食咧唔單止係好食嘅東西，我食咧係愛回憶。哦。係啊，我吃個係感覺基本嘅你係偏凍啊，韓國到你係野餐去的感覺，快樂的時光，就是有一種團聚跟分享的感覺，係啊，就係大家吃強下好食嘅東西，大家分享，後生嘅些嘅偏凍嘅分享，好多，真多，我知道你川最多。因為你都公器私用，我公器係啊，一下會死，一下要會老公，一下會婆婆，一下會朋友，真的是。對呀，哎，這個就是現代家庭主婦想要學的。哎，真嘅嗬，我今日當神猛超人師傅來，我講特別國家來主持嗬，來木下主持都幫你任務，繼續接受人哋挑戰嗬，真嘅咯，真嘅啊，我的榮幸，接嚟國家，好的，你有冇學到嘛？學到嘅東西要記得，出槍人哋嘅回憶，深植喺人哋心中，好唔好？繼續收看，家家有好食，歡迎國家來主席，上來了，say 好。好，今日師夢大家看倆主廚出任務哈，今日任務總算圓滿達成哈，有倆歡樂的時光，還有倆廖奶奶豬腳飯，還有倆通勤族的便當哈。我教大家做倆散項吼，全部總好做，有方便做，有好食，歡迎大家都要下一家來做吼，師夢。